繼續來看屏東的潮州有兩個警員深夜巡邏，發現一個駕駛甲騎士佇道路頂並排，真可疑，就要甲因臨檢。結果這個駕駛是大力打油門衝撞到警員，逃離開現場，留下這個騎士。警員是人車倒地，腳受傷。逃走的駕駛尾也是被抓到，原來這個駕駛甲個騎士攏有食毒，攏予移送法辦，駕駛嘛予收押。熄火一下。巡邏警察要求駕駛停落來10秒後1秒。駕駛吹油門衝撞警察，會由另外一個角度看，警察橋弄倒在地了後，駕駛無停車顛倒讓槓栓。另外一位警察趕緊去看當時詳細，就佇咧這個時陣。要求另外一位騎車民眾來臨檢，卻弄到警察趕緊爬起來。騎車民眾跪佇咧塗骹，敢若佇咧求警察原諒，原來受食毒。感覺袂使安尼啊！愛改做變形。代志就發生佇咧28號暗，兩位巡邏警察經過屏東潮州銀田路，看到31歲姓曾的查某駕駛和31歲姓湯的騎車民眾，想要叫駕駛衝撞，加在警察敢若腳刺傷。逃走的駕駛後續嘛叫警察逮捕，做毒品取錄體檢，聽現場性。朝執勤員警方向衝撞後逃逸，造成員警雙腳挫傷，兩人均呈現毒品陽性反應，分別依涉嫌公共危險案移送屏東地檢署偵辦。其中曾姓犯嫌經檢察官申請羈押獲准。食毒駛上路真唔通，閣好膽衝撞警察罪加一等，即馬愛為家己違法的行為付出代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的 YouTube 頻道。